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为亚洲多国风暴及强降雨受灾者祈祷；科学家与佛教学者召开入定课题组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会见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选举委员会完成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巡回宣讲活动；驻日内瓦办事处在第18届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发言；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1月30号在达仁萨拉的寝宫接见了喜马偕尔邦税务部长贾加特辛格雷吉以及印度国会议员哈里什加纳坦及其家人。在接见期间，加纳特辛格雷吉部长重申喜马偕尔邦政府将继续为流亡藏人提供一切必要支持与协助，而尊者则感谢该邦政府及人民长期以来的坚定支持。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二12月2号通过官网发布慰问信，为近日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周边地区强降雨与风暴中受灾的人民祈祷。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入庭课题组研究会议于本周三12月2号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的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佛教学者、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出席了为期5天的会议，期间深入讨论了藏传佛教特有的入定研究概况、研究目标、入定案例所使用的方法与测量方式、目前进展、现行流程与拟定的综合发展方向，包括长期健康老龄化研究的框架。团队成员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及独联体国家代表戴鲁仁波切、理查德·戴维森教授、亚历山大·卡普兰教授、达赖喇嘛尊者的私人医师策丹多杰、藏医师策汪丹真、宾都库迪医生拉文德拉博士、格西阿汪诺布、格西洛朱桑布及托尼迪德维尔博士等。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秘书长及相关官员于11月27号前往印北达仁萨拉的喜马偕尔邦议会，拜会了参加冬季议会的该邦首席部长、反对党领袖及邦议会议员。期间，噶夏秘书长才加曲杰丹尼与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巴登顿珠拜会了首席部长苏克温德辛格苏库，并邀请他作为主宾出席将于12月10号举行的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6周年庆祝活动。与此同时，由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率领的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于本周三12月3号拜会了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议会议长、反对党领袖、多名部长及议会议员。喜马偕尔邦领导人与议员重申了对流亡藏人的持续支持，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讯息从达仁萨拉传向世界各地，吸引着全球访客与仰慕者。应喜马偕尔邦议会议长帕塔尼亚丹的邀请，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旁听了正在进行的冬季议会会议，受到该邦议员们的欢迎。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首席选举专员洛桑义熙与副选举专员朗萨屈真及次仁於真于近日完成了对澳大利亚、欧洲与北美地区藏人社区的选举规则与指南的巡回宣讲活动。选举委员会的专员们与上授各个藏人社区的选举官员及观察员举行会晤，确保选举以公平、自由、保密的方式进行。在各国藏人社区进行宣讲时，专员们强调了参与选举的相关规则，
选举规章与选民登记的重要性。此外，上周在多个国际平台上，包括美国国会听证会和联合国第18届少数群体问题论坛上，出现了多项支持西藏的倡议。在联合国第18届少数群体问题论坛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池雷曲吉作为联合国及民间组织共同举办的编会的发言人之一，提出了关于西藏的严重关切。他强调，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并发布报告，但中国日益加剧的压制使整个藏民族文明正在面临生存威胁。代表还指出，中国加强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务，并强调今年是第11世班禅喇嘛被迫失踪30周年。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员平措多杰则发表口头声明，重点指出西藏的语言文化、中国对宗教与文化日益升级的压制。平措多杰提到多起案例，包括西藏僧人谢桑嘉措在长期遭受中国当局骚扰后自尽。2024年5月，堪布丹巴达吉及20多名村民因成立语言保护协会而被捕。亲领袖贡布囊杰在拘押期间遭受苦刑导致死亡。西藏知名政治犯多杰扎西持续被拒见律师会见，以及洪嘎多杰荣波切在越南离奇死亡等事件。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强制拆毁西藏著名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行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策略师丹增多吉在论坛作证，谴责中国政府实施的同化政策影响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他批评中国强制将藏人儿童送入殖民式寄宿学校，强调这种政策旨在消灭西藏民族的身份和语言及文化。第18届联合国少数群体论坛于11月27号至28号在日内瓦举行，注册人数超过900人，为历史之最。在其他会晤中，驻日内瓦代表池雷曲吉还会见了瑞藏友好学会法语区主席内雷隆杰、日内瓦州议会议员塞德里克·热那类、台湾驻日内瓦大使李光章及秘书长林景尧、国际人权服务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及教育权特别报告员的代表。期间，代表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并探讨了未来合作倡议的可能性。另外，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11月20号举行的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的听证会上，包括中国的基督徒、穆斯林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代表不穷次人相续作证。上述证人在听证会上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采取举措，以更加强硬的立场应对中国持续对西藏及其他地区的残暴统治。其他证人包括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他强调美国应宣布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若中国政府在规定时间内不接受，美国应宣布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表达了对西藏现状的紧迫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代表不穷次人则强调了国际支持对西藏的重要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倡议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持续透过各种活动推介尊者的慈悲理念和朴实精神。上周二11月25号，一批藏人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阿莫斯特参加了第16届食物银行慈善行走活动。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已连续13年参加该活动。他表示很高兴今年能与藏人并肩行走，以此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并称此精神正是尊者所代表的朴实价值观。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比利时慈悲之家合作，于上周一11月24号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题为“第14世达赖喇嘛庆祝90载智慧与慈悲”的展览活动。在印度境内，位于印北喜马歇尔邦境内的康嘎托和崩扎曲松藏人社区的90华诞组委会于上周三11月26号举行慈善与祈愿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寿辰及慈悲年。活动包括在崩扎地区为当地贫困家庭发放衣物与毛毯，约200名当地印度居民受惠。与此同时，崩扎曲松藏人社区举办了为期1天的祈祷法会，数百名藏人诵经祈愿尊者长寿安康，并实践尊者慈悲助人的教诲。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